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行政院核定捷运适当线规划案，新案278亿的预算，新北市长侯友宜话讲要拼伫2032年完工。透早全台湾110间邮局的系统无法度连线，造成民众排队，抢修了后，中昼1点钟前恢复正常。民进党明仔载补选党主席，敢若偌千100个人参选，但期卖呼吁党员投票，做回解决党内拼选举。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苏花公路大清水崩坑顶悬的山架崩山，上北甲落南拢袂得行，已经连续第3天无暝无日咧清石头。虽然昨现场阁上大雨，工程淡薄仔受影响，不过公路总局表示，落伫崩坑顶悬的石头拢清完啊，进度是真顺。目标同款是明仔下晡5点要通车。若疏运的部分，拜6礼拜航港局特别调派2只客船甲1只货船。载着215名旅客甲84台车，2只客轮甲1只货轮，伫早起10点半完成登船的作业。调达进程拢顺利伫花莲上北来疏运旅客。我们上午从花莲往苏澳的这个海运的这个协助呢，我们仍然是安排3部的这个船舶，为了避免我们车主到达港口之后这个长时间的等候，我们在航班时间的安排上也都有做特别的考量。因应苏花公路双向未通，除了有海运来回苏澳甲宜兰，公路总局提醒2边的用路人，应利用台九南回公路、甲台北中华的正式替代道路。交通部也请代替到1月15日增开42列次位，区间快车来回花莲甲宜兰。已经第3天透暝来抢修，并崩坑顶面堆积的土石，差不多已经完全清理掉啊。接下来就要补强，互石头降歹去的崩坑。崩坑2边的基具已经来到崩坑中央，2粒大石头已经降闭去啊。超过等待清运的土石已经完成一半。有的比较容易掉的土石会清除掉。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进行简易的一些防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隧道内的这些地势的裂解，跟这个土方的清运的部分会持续来进行。互石头底歹去的暗门头面崩坑大约17公尺，更天架固面崩坑大约8公尺。13当地有落大雨，互崩坑外口清运工作暂停，不过崩坑内底工程仍然继续进行。总共动用7台大型的机具、8台小货车，希望伫15月下晡5点用双向来抢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13暗时宣布核定捷运适当线综合规划案。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意新案278亿的预算，即阵开始启动设计发包。新北市长侯友宜嘛伫面册讲会赶紧办都市计划变更，佮话讲捷运要拼伫2032年完工。位伫新台5路的17区公所附近，就是捷运适当线的17这边车站的预定地。新台5路是17主要另外道路，上班时间是真塞，未少在地民众对适当线捷运已经望真久了。我们原本最近的捷运就是南港捷运嘛，我们如果要到南港捷运都要坐公车才能去，所以这边有捷运会比较方便。我们出来的话，大部分都是骑摩托车嘛，要不就是开车嘛，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没什么差别。每次要选举的时候都有这个议题，那选完了以后就不了了之。希望这一次真的能够成功。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适当线全长大约5.56公里，17这边由公所附近出发，经过石区、社后到东湖，沿线设置6座车站甲1座机场，总经费376亿9千万块。有6点甲归人捷运共站，归人捷运计划分担98亿。因为部分路线甲代替有停塌，学者讲通车了后，虽然互民众加一个选择，不过对上北捷运整体运量提升影响无大。理论上收费指数的增加是因为你的站比较多嘛，所以站到站之间的选择会变得比较多，所以会有这种。那事实上没有这么多的人。新北市政府讲，为了加速推动适当捷运，会赶紧办理都市计划变更，另外配合交通部国产化政策目标，互归人捷运甲适当捷运机电的系统一致。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伫面册画出目标，希望伫核定了后9年半，就是2032年下半年，互适当线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进前健保署逼出内部员工提民众的资料偷卖钱，涉嫌盗摄国家的情报。其实这个月初，华航嘛收到无签名的网络批，要甲因讲钱。即马阁有骇客直接伫国外论坛公布60份华航会员的资料。
这届华航会员资料洪流社包括副总统赖清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还有艺人林志玲，拢伫名单内底。华航今仔下晡发表声明，讲因收到要甲因降钱的批了后，已经随报警察通报主管机关。若会员洪流社，华航比对过资料无完全正确。华航强调，第一时间就启动应变措施，不过也无法度确认资料的来源，会配合调查。年节要到啊，未少民众趁过年前去邮局换新钱、寄物件。不过今仔透早，全台湾110间邮局的系统刷出问题，而且邮局拜六卡手较少，作业的速度较慢，造成民众排队，一直到中昼要1点，系统才恢复正常。今天没有办法。问完民众要办的业务了后，职工解释无法度办理的原因。虽然早时是拜六，全台邮湾有283间邮局有营业，也毋过早起未少民众到邮局要领钱是汇款，说服邮局讲无法度办理。要领钱啊，讲袂当领啊。其他面完全做袂当领啊。伊就讲电脑歹。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毕竟我平日也没有办法出来办事情。特别过年啊，民众陆续到邮局也是银行换新票啊。也毋过中华邮政10时早起9点起，因为部分设备系统连线异常，造成中华嘉义、台南甲高雄等地区大约110间分局系统故障，无法度连线，只会当采用离线作业。因为作业定数无共，加上假期人力较少，速度慢，也造成真侪人排队。早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连线的 server， 发生异常，大概什么高雄啊、屏东啊、台南。其实它是分散的，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了。虽然这摆的系统异常，只是分局内的系统 ATM 提款机、网络也是行动邮局会当正常使用，也是造成不少民众的不方便。邮政总局早起赶紧派人排除状况，伫中昼12点50分全面修复。记者综合报道。有几若位高检警官、检察官接受性交态去88会馆的案件，高检署认为讲。前警政署正方式的主任黄金秋唔承认，跟内要死罪，推卸责任，移送检评会评鉴。若刑事局副局长黄建营等3个人互记告免掉官位。另外，警专校长郑国文因为有校长的身份，降做警政委员。这站88会馆的案件，会当讲是这几档上济警务人员互集体处分的案件。因为警大校长陈德文出伫地下会对业者的私人招待所88会馆所牵出的检警人员涉入88会馆的案外案，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检警敢是接受不法业者的食饭招待？行政调查结果13出来，高检署认为，前警政署正方式主任黄金秋强辩否认，甚至要求同齐去的姓王检察官该讲否认有去过会馆，想要下职，而且检评会个案评鉴。另外，姓杨甲姓黄的检察官受邀去招待所，是依法官法处理。另外，黄金秋等人敢是知影招待所的头家涉及不法，敢有包庇等代志，等由检方侦办。黄检察官事后一再否认，并要求同行之正风室同仁依其意思撰拟自请处分书，而以赖语音电话要求王检察官改口否认有至88会馆，发交新北地检署并案侦办。另外，警政署也完成涉案警务人员的行政调查，刑事局副局长黄敬营、北市警署林分局长吴庆宏、甲高雄市刑警大队长洪尚典等3人记告降级。抓起后受邀去赴约的警专校长张国文、洪侃莲，因为有校长的身份，降调警政委员其他20名受邀的警员受性格不定的处分。绝对没有说接受不法业者招待的这个形式。那有关王之检察官不实的指控部分，我将会提出刑事告诉。行政惩处的部分，我会依照循这个行政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的清白。在我看来，就是很单纯的刑事局有受邀请者去参加这个餐会，那无辜的受到牵连，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又有一个人格上的侮辱。我的家人因为这样子，他们也心里面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受处罚的局界警官想要以行政诉讼的定数表达不满，也毋过，这件最近几年上大坡的警务人员互集体行政定处的案，警政署是以邀请的人无现金查证，参与地点是地下会队的应用场所，影响警局等因素来进行记告调职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民进党要补选党主席，敢若副总统赖清德一个人参选，都惊投票率伤低，代理的党主席高雄市长陈其迈呼吁党员爱出来登票。因为3月还有一场南投立委的补选，对民进党来讲也真难斗。陈其迈表示，接落来会配合新的党主席，改革党内拼选举。日前，甲民众来结账，边爱共党立委李坤德是负责发送高雄市府的小红包。即摆过年啊，高雄市长陈其迈就是早起到公庙发红包，甲市民来拜年。被问到15月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新兼代理党主席的陈其迈呼吁党员用投票实际参与民进党的改革。来表达我们基层的心声。那我相信现在是民进党需要团结的时刻。9号1选举失败了后，民进党内出现改革的声音。立委高嘉瑜、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做摆讲到民进党面临的问题，反倒当遭到支持者的批评。高嘉瑜在日出席党主席参选人赖清德的政见发表会时，也被呛声落台。高嘉瑜讲尊重无同的意见。如果有这样子的不满，能够大鸣大放的讲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啦。至少让大家能够听到，也能够看到。3号风波不断的民进党，先有乌金的争议。补选一个连续来失败，副总统赖清德尽管是一人共举竞选，为了团结党内，到各县市办政见发表会。选前最后一天到屏东甲台南，党员也就机会讲出对党内分裂的担心。2024年的总统选举，一边龙团的选举这块选法，真的我们很担心啊。副总统马在当选了后，这点爱一时来做一个协调，甲协调。党员希望赖清德应团结民进党，因为3月要南投立委的补选，再来是2024总统甲立委的选举，对民进党来讲拢是真硬斗。但今摆也强调，选后会全力配合新任的党主席的改革甲选举。记者综合报道。各界拢真关心中央的内阁改组，有风声讲，前副总统陈建仁要接行政院长，那也都批评陈建仁会真做蔡英文的咖喱翁仔。民众根本都无想要搁看民进党伫遐相搭。不过，你也表示提名内阁是总统的权力，那照那样的讲法，国民党嘛是中国的咖喱翁仔。这听起来可以救民进党吗？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内阁改组的声音搁起来，红社国会接一人选锁定前副总统陈建仁，总统蔡英文则是前往台中参加小英之友会活动，有完无愿意讲。也不过国民党台北市立委补选当选人王宏伟批评，陈建仁做过等于是蔡英文做过，一定会变成咖喱啊！民进党的强斗戏违反社会期待。那很多人民都觉得说。很希望政府能好好做事情，可是你现在看到大家都在宫斗啊，所以我觉得内阁改组拖拖拉拉斗来斗去，实在是很违反这个社会观感。那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整个内阁它的权力是稳定的。内阁改组人事案也传出，副国会由前汤市长陈文灿接任，另外前基隆市长林佑昌、前屏东县长潘明安、甲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拢有封点名入阁。面对纷扰，民进党籍立委认为，人民国会是总统职权，国民党监督评论不应该无限制。内阁改组就一定是总统的权利嘛？那他提名的人一定是他信任的人、有能力的人，操守没有问题嘛？陈建仁当过副总统，当过那个阁员，他组阁有什么傀儡，对不对？那如果照这样推论的话，那国民党是不是中国的傀儡？因为立法院决定会延会到1月19，将会优先处理关系普发6000的特别条例，高审中央政府总预算。内阁改组原先定调立法院收回了后才会讨论。名单人选、府院拢点无愿意讲，市场上恐惊也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中国主张拥有南海的主权，奋发军事行动。不过，美国和因的盟友唔承认。最近，美国阁派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去南海巡逻。有学者分析讲，美军主要是要演练航空母舰的调派。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举办峰会，搁一摆声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讲有南海主权继续军事扩张，美国真关心，竟敢派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出现伫南海。这是尼米兹号伫2022到2023年的部署行动中头一摆深入南海。美国海军第7舰队证实，航空母舰打击群会伫南海执行海上的打击训练、飞行任务甲反舰活动。学者讲，美军伫南海战场的活动，除了组织强军，主要演练航空母舰的轮调。
而是我还会有其他的船舰持续的一个轮调，会让你中国来说不会是只有面对第7舰队的军力，而是我全部美国海军的一个战力。如果它能够在南海这个地方去堵住解放军的海军的话，那自然解放军海军就不太可能会再往印度洋或者是再往西太平洋来进行一些移动。美国甲中国的战略竞争牵动两岸局势，学者讲，若台海爆发战事，南海争议会成做美中爆发冲突的头一枪。而美国总统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美日峰会，会后声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拜登也肯定日本军事扩张，外界解读是反制中共的威胁。包括新的源头打击能力，也就是所谓采购这个战斧巡弋飞弹，还有日本会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日本新增的这宇宙军这些都会由美国来进行共同的这个强化，来围堵中共的威胁。这条防空命令部队真紧完成，相连装车站飞弹架设，同时确保指挥通讯通顺，官兵架设天线延长通讯。国军继续加强战备，陆前99旅展开3军联合作战训练、机动任务，包含演练救援任务、车辆抢修，以接近实战的方式来提升部队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了后，立陶宛就成做波罗的海周边的国家重要的天然气供应者。不过，北部一条接轨拉脱维亚天然气管线，敢若是因为伤旧，13暗时爆炸，火烧甲真猛，冲起到天，隔10多公里嘛看会到，加在是无人伤亡。大火冲到天顶，将暗暝就甲光亮下。在立陶宛北部帕斯瓦利斯一条连接附近国家拉脱维亚天然气管线13暗时发生大爆炸，火光冲起50公尺远。在17公里外拢能看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发火势，初步调查爆炸原因可能是管线升过旧，暂时排除外力所致死。The pipeline itself is quite old.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ipeline which is about 40 years old, so I think it's very likely that it's a technological failure. 爆炸了后，附近的8寨居民紧急疏散，好在无造成伤亡。周边的道路也因为原本受损爱修路。上加拉脱维亚天然气也暂时供应断去。We have 2 pipelines, parallel pipelines, so now the gas flows are rerouted to Latvia through the other pipeline. And we are expecting to rebuild this pipeline in the next several days. 立陶宛1990年为苏联独立了后，就高度挖靠俄国天然气供应，一直到伫波罗的海周边的克莱佩达开出天然气了后，才慢慢减少挖靠俄国。俄乌战争爆发了后，立陶宛2012年6月开始决定禁止为俄国进口天然气，佮透过波兰将波罗的海3国，包含立陶宛、拉脱维亚甲爱沙尼亚天然气管线成功连接，串起供应链。这摆爆炸发生的1月13迄一天，多也是1991年，俄国想要穿过边境重新占领立陶宛，史上叫做1月事件32周年。公视新闻记者庆平报。今仔日是大学考试的第2天，考英文佮文学写作。有高中老师认为讲，英文考的难度拄好，和去年差不多。国文科结合史书，看领域知识的题目袂少，小可困难，要提高分是无简单。若写作的题目是花草树木的气味记忆。检查有效证件用体温了后，行入考试场。但下册第2天考文理组共同科目英文甲国文，会当讲11.8万考生拢选考，考英文429名确诊考生425人应试，分布伫18个基护区区。在是反正了后，才确诊也是跨台用的考生有53人。英文考科，那它的占比是超过99%，所以相对的考生人数也比昨天要来得高。首先考英文，高中老师评析选择题难易适中，真考验学生阅读的详细度甲统整能力。像混合题只考1题倒选，也毋过多一寡人会选择是牛肉汉堡，答案无明确。中央院讲到战争甲和平，想到俄乌战争作文和市场emoji表情符号，爱先解说用处甲好处。第2阶段再来解说5解表情符号带来困扰甲解放。规考试段难易适中。我比较不喜欢是文艺选填，对，
我觉得篇章结构还蛮好写的，第一段好写一点，但第二段可能会有一点小疑惑。刷落来考国语文综合能力测验，苏东坡食槟榔，土青合木青的天文学。涵盖无共领域的科普梅州甲素养题型，元代文文头一摆出现混合题，第一题用古曲文学去处理现代问题，第二题西亚王剧本构思有创意。高中老师讲，题目做甲真认真，真有鉴别度，要提高分不简单。混合题有点难。很有学科本质，而且它不是说找一找啊，你可能要想一想，而且你自己要有一个深度的思辨。下车第三天，考数比甲社会有缘有大约10万名的考生选考，因为礼拜二方面到强冷空气报道，中昼过了后气温明显下降，大考中心一直提醒，尤其是北部的考生，上好穿较少的去考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射击查某选手吴佳颖伫斯洛维尼亚射击大奖赛表现出色，女子10公尺空气手枪摕到银牌。吴佳颖伫资格赛夺582分，排名第1晋级，佮伫排名赛摕到251.1分，拼入决赛。虽然落尾输予匈牙利的选手，不过有摕到银牌好成绩。过年爱围炉，不少民众开始买年货、传年菜。农产品嘛增加供应量，不过今年天气较热、较无好，南投6个的冬笋减产，1公斤起到500块，是20年来上悬的价数。冬笋切片等入去鼎内，煮起来烧滚滚的冬笋汤，每一喙的青甜是真侪人围炉年菜一定爱准备的料理。但是今年的冬笋受到气候的影响，产量特别少，价数也爬起哩20年来的新高。今年减几啊成，减足济成。啊是安怎减？嘛唔知了，可能因为讲节气嘛慢啦，节气慢，啊个嘛无啥较慢寒。降雨量太少嘛，然后第二个是全球暖化，温度还升高。啊，我觉得是可能竹子感觉不到冬天来，就整个往后延迟。南投县鹿谷乡种冬笋的面积大约2800公顷，是台湾上大的冬笋产区。不过今年因为气温悬、雨水少，加上旧历过年比往年还搁较早，年前的产量出袂出来。去年在1月开始批发价每公斤250块，今年1月13号每公斤是来到500块。笋农笑讲，买笋的人比笋还搁较侪，交易量只有去年的1/3。这几天的交易价格的话，我们是价格有稍微上扬一点，每100公斤来到5万块，跟大概4万5左右。跟平均跟去年比起来的话，我们的交易量只有去年的1/3。冬笋以外，为着满足存在各项农产品的需求，行政院12号是召开稳定物价小组会议，包括青菜、猪肉、鸡肉甲水产品，存在进程比平常时增量供应8%到50%不等，货的部分增量1.6倍，鸡卵是每工会供应2400万粒，确保民生物价稳定，互民众欢喜过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唯一一间育幼院启用到今已经30天，因为一寡设施旧凹旧臭，佮歹去，院方都用5天的时间整修，希望带伫遮囡仔会当有更较好的环境。囡仔带大家参观新员工的空间，这间修完育幼院成立到今已经要30天，内底设施已经廃去，空间甲硬体嘛无符合教育的需求。院方用5天的时间精修，让囡仔受到更较好的照顾。我们希望说，就望远望过去，不要马上看到孩子在睡觉或躺在那，这样就不像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所以，我们这一次装修的过程中，只要从外面看是看不到孩子的。新的空间有规划客厅、灶卡、洗衫间以外，查某囡仔甲查某囡仔的房间嘛拢有调整，搁针对2岁到6岁囡仔规划幼儿房，看到育幼院新规划的空间，囡仔拢感觉住甲更加安心。设计很有帮，就是房子的设计很有安全感，很坚固，而且是新的，也不怕很老旧然后就塌了之类的。感觉很棒，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很舒适。修园育幼院是嘉义市内唯一一间育幼院，为新年到今捌照顾过449个囡仔。嘉义市政府表示，育幼院是儿童保护最后一个手段，空间就要舒适，才会当互来遮的囡仔安心大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13度到17度，
中部地区15度到23度。南部地区11度到27度。东部地区14度到23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